唐子敦还是一如既往的稳定，全场狂砍最高分34分，率领阴阳2比0扫上了4强。就像首场剧本一样，首节上林直接被拉开2位数分差，但是上林还是一如既往认紧还是实力，一度反超比分，但关键时刻，唐子敦2比3分直接将比分末节阴阳发力直接带走比赛，再也不给上林一点逆转的机会。此役陈飞凌依然出色，感觉这场比赛就是首场的翻版。恭喜比进4强，感谢上林这个赛季贡献无数精彩的比赛。無聲掙扎有個情感奴隸，是我多麼的想貪，但我偏偏只得無盡他位。其實每次見你我也着迷，無奈你我各有角色範圍，就算在寂寞夢內超出好友關係。